東盟爭霸戰，越南係突圍定落後。依家喺邊度交稅，稅率都差唔多係15%，平稅優勢已經正式玩完。咁點解啲跨國巨頭仲計續將幾十億美金到落越南？簡單一句總結，競爭冇消失到，只係玩法變咗。東盟5大強國已經進入咗補貼同供應鏈嘅大戰。新加坡專注研發 R&D 同金融，用複雜但合法嘅退稅機制留住高端企業。泰國同馬來西亞作為傳統製造強國，仲係用緊舊招，靠賺錢之後嘅稅務減免。印尼靠龐大嘅天然資源同2.8億人口嘅內需市場，而越南就取咗罪進擊嘅策略，手握3大王牌。第一 ，SPI 規則，實質性收入豁免，你投資嘅實體資產越多，請嘅工人越多，可以扣減嘅稅基就越大，呢樣係寫明入法律㗎。第二，投資支持基金，唔使等賺錢先減稅，越南直接派現金補貼，呢招對準備擴張嘅製造業嚟講，簡直係超級強心針。第三，最恐怖嘅武器，供應鏈效率。越南北部嘅電子產業已經形成咗一個2小時供應鏈圈，有供應商拿零件去到裝配廠，只需2個鐘頭車程。喺製造業，速度就係現金流。越南正用緊自己嘅遊戲規則，強勢突圍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